仁安醫院1995年7月正式開幕，標誌住香港70年代初以嚟第一家私家醫院嘅誕生，亦都係當時新界東唯一嘅一間私家醫院。呢一刻為香港私營醫療服務打開咗全新嘅一頁。呢一切嘅背後，凝聚住仁安醫院創辦人李兆基博士服務社會嘅熱忱同遠見。佢將酒店式管理理念引入醫院，帶領醫院秉持以客為本嘅服務精神，為每一位客人提供無微不至嘅個人化服務，致力打造一間就好似喺屋企一樣咁溫暖嘅醫院。李博士佢想做嘅就係間開心醫院。咁開心醫院咧，佢覺得最好咧，即係生 BB 產科最好啦。仁安醫院最初以婦產科服務為核心，30年嚟，隨住社會對私營醫療服務需求日益增長，仁安醫院不斷擴建，設立多元化嘅專科中心，發展成為今日極具規模嘅全科醫院，並獲得多個國際及本地專業評審機構嘅認證同肯定。仁安醫院一直以嚟以創新服務見稱，不斷推陳出新，開創咗多個私家醫院嘅先河。現時醫院嘅醫生同埋專業護理人員嘅數目已經超過3000人，病床數目由1995年初成立時嘅200張增加至目前嘅450張，全年嘅總手術次數超過22000宗，而急症門診嘅求診人次更達到88000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增長咗13.5%。仁安醫院急症門診中心係香港第一間衛生署認可同埋香港急症科醫學院認可嘅急症培訓中心。當時咧係一個好新嘅概念嚟嘅，因為當時所有急症咧其實都喺政府，係未有私營急症啦。咁我哋由一開始咧7位嘅專科急症醫生，去到而家有19位嘅專科急症醫生啦。另外，亦都需要同醫管局合作啦。當我哋遇到大型災難或者好多病人嘅時候咧，或多或少啲病人都會嚟咗我哋呢邊求診。SARS 嗰陣時，大家都知道係突然之間發生㗎啦。我哋當其時咧都臨危受命。咁威爾斯嗰邊咧有一堆病人都好急切需要做 open heart 手術。咁佢哋即時都派咗一個手術室嘅團隊教我哋嘅手術室嘅同事做呢啲手術。所以我哋好似喺1個禮拜之內已經係由仁安冇 ICU 而成立咗一個 ICU 出嚟。即係回想翻2003年嘅時候，其實我亦都中咗招，都好深刻。我啲同事啦，其實佢哋好好，佢哋唔可以嚟探望，但係佢哋就喺樓下同我揮手咯。咁同埋都帶咗啲蛋糕啊，同埋帶咗呢一本簿俾我啦，驚我悶，咁所以叫我記得。不如你又記低下你發生嘅嘢啦，都記低咗。當年咧院長佢不停咁打電話俾我問候同埋了解我嘅情況，又寫咗一啲鼓勵嘅語句啦。我仲記得佢話：我打咗俾嗰邊院長，佢好睇住你㗎啦。咁即係其實咧，你會令到你好感動咯。院長仲要每年都有一個院長茶聚，去同上下層嘅同事一齊去傾偈啊，睇下同事有冇咩訴求啊，真係好人心咁對我哋每一個同事。我對於呢啲 feedback 非常重視，我哋邊度做得唔啱，話俾我聽，我先至可以做得好啲。咁當你個團隊如果大家都有呢份心嘅話咧，其實你做出嚟啲服務啊，同事之間嘅相處，你先至會凝聚到嗰種氣氛。當年颱風山竹咧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咁突然啲同事全部走唔到啦，咁就路又封晒啦，咁我哋啲工程部嘅猛男咧就去鋸樹啦。我哋方隊小組大約10零人到啦，同埋啲保安啊，同埋行政部嘅清潔隊帶晒架撐啦。嗱，見到有把電鋸喺度啦，咁啊浩浩蕩蕩咁樣由仁安醫院出發。大家都係好齊心，就算 cross department 都會大家都會識。每年嘅 annual dinner 我哋會有一個主題，譬如好似今年就係動漫。
啲同事全部都好投入去扮演呢啲咁嘅角色咯，扮到似層層咁樣，玩到好癲嘅喎。所謂我哋嘅口號啊，扮手都係人心安心貼你心。仁安有護士學校啦，亦都有好多新嘅同事加入啦。我哋喺佢哋嘅培訓方面呢，當然係要好注重人身安心貼你心啦。除咗喺專業嘅知識啊或者技能嘅培訓之外呢，我哋係希望佢係懂得企喺病人同埋家屬嘅角度去思考，提供一啲有溫度嘅個人化嘅專業嘅護理。BB 房嘅特質咧，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會請一啲媽媽級嘅，即係同奶媽型嘅，係啦，嗰啲好受歡迎㗎，因為咧佢哋見到呢啲咁嘅同事咧，媽媽就會好有信心啦，同埋教起佢上嚟咧，佢會覺得好親切啦。其實我哋一路個團隊由上到下咧，都對病人好有愛心，同埋真係好希望可以幫到病人。即係一啲新嘅職員入職咧，佢哋都話俾我聽，點解會嚟仁安醫院啊？佢話因為出邊咧都係傳聞話我哋出名有愛。我哋好多時候咧係用貼你心呢一個核心價值咧嚟作為我哋創新嘅一個指標。一個例子咧就係譬如我哋仁安腫瘤中心喺尖沙咀市中心嘅一個做電療啊、化療啊同埋睇病人嘅地方啦。而最大部分嘅病人咧就係一啲乳癌嘅病人。我話咦，大部分乳癌病人都係女士嚟嘅喎。咁所以咧，我哋喺個中心咧就特登間咗一個咧係叫女士專區，就令到我哋嘅女病人咧係有一個安全感。全香港嚟講啦，基本上係我哋係唯一嘅一個。對於病人嚟講咧，最緊要咧其實就係可以快啲睇到醫生，唔需要有無謂嘅等待啦。我哋有一個 Apps 啦，主要就幫助急症排隊去睇醫生啦。咁我哋撳咗入去咧，我哋可以睇到而家咧有幾多人喺度輪候啦，都可以攞籌啦，即係喺屋企就可以排隊噶啦。有兩樣新嘅科技咧，其實喺未來日子裏面咧，我哋會積極研究咧去引入俾醫院嘅。第一個咧就係機械人手術，第二咧就係人工智能去輔助嘅診斷或者治療。咁而啲機械人嘅科技咧，亦都係日新月異，不停有進步。所以呢樣嘢我哋係積極地研究緊，幾時一個成熟嘅時機去引入。希望仁安醫院喺未來日子裏邊，以創新為動力，以患者為中心，再創佳績。